后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30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受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是继续咧落大水雨，马祖省真侪所在拢淹水。气象署是预估今日日时落雨的范围会对平地刷到山区，所以伫今日宣布停班停课的所在，包括高雄山区5个行政区、屏东有8个原住民乡、嘉义关山区有5个乡，也各有台南南华的瑞丰国小。另外，昨昏行政院长杜英泰冒去婚林勘灾，民进党的立委刘建国和婚林馆长张丽仙，因就针对治水的进度和责任互相呛声、互相质疑。有几项是会当赶紧量早解决。我感觉是毋是咱中央甲地方政府是爱坐落好讲啦，有诶会当省诶就赶紧处理啊。行政院长杜英泰到婚林勘灾听治水计划，民进党立委刘建国当场质疑婚林县政府治水进度伤过慢，不过也引起共款在场的县长张丽仙的不满，现场火药味正高。刘建国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治理？这不检讨，对不对？张丽仙强调，相关规划设计拢已经做好，重点是中央经费无来。杜英泰伫上访中是正解救，继续请水利署长林元平干部。不过，即摆落雨，伫南部地区造成严重灾情。台南后壁区真侪社区严重淹水，甚至水深上悬80公分，居民趁水退，赶紧清理家园。比去年的高哦，对，但是降雨量其实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退不下，觉得它水一直退不下去，然后很快就淹上来了。西南气流影响上明显的河区范围达到山甲山区，所以拜三宣布停班课的县市有高雄市6区、嘉县、埔林、桃园、南马城5个行政区、屏东县布袋、沙地门、马家、来基、太保、春枝、西亚、牡丹顶8乡，也有台南南华区的瑞丰国小。因为受西南气流影响，嘉义县山区的梅山乡、烈茶乡、环路乡、大埔乡和阿里山乡，未来14点钟雨量有5相关有250毫米，县府也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一开始还是以平地的降雨为主，那到了在清晨的这段期间呢，降雨是逐渐的由平地慢慢的往山区移动哦，而且整个降雨的范围呢，也是扩展到了比较偏向是苗栗这一个区块哦。那到了明天的上午，甚至到下午，明天整个白天呢，降雨的雨区会慢慢的集中在山区。经过丹下市摧残的嘉义甲台南地区，也无休困恢复成过久，搁拄到激烈大水雨，杜英泰勘灾了后，也宣布点头市场打翻业者受灾，若是合法登记有细节，会补贴1万买营业用的设备。淹水超过50公分的徛街有大事实，每户相关应领地方政府发的2万救助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嘉义落大雨，真侪所在拢淹水，到昨昏中昼东石的水拢还袂退，有可能是因为遮的地势较低。今仔伫埔子一带市场场是嘛淹水，有3000只猪仔浸伫水里，损失是上千万。甚至呢山区还佫有吊桥，因为落大雨的关系，地造即嘛规个拢空去啊，目前成封桥。积水上深的所在达到大人的腰，工作伫两边有封锁线事件。嘉义县东石乡江墘村离八暗才接淹水，煞因为地势较低，位伫水路的上尾流，离到中昼进前，其他乡镇水拢退啊，当地也咧淹水。退得蛮快，对，都退掉了。那你这退得蛮快的，退到哪里？退到这里。退到我们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港前。居民无奈清理家园，电器家区浸害，也爱靠朋友送饭。咱江墘省水尾爱对水会走，慢慢走去站吼，站就一直走过来嘛。县府已经调度抽水机，如果离到尾仔进前，水就会当退了。六卡乡六斗村即摆积水上侵到大人的大腿，雨一停，居民赶紧整理家园，煞也无奈，才互风台摧残，佮拄着淹水。一个月前风台，一个月未成到，佮大水。阮这六卡乡六斗村真正有够可怜的啦。这户人，但那些风台吹走电话卡挂，这片铁片墙也将冰箱吹倒。这摆水灾有过2礼拜无就做生理，也会负担灾后修缮，真正唔知要讲啥。风灾的时候是把什么都吹掉，网路线啊、电源线都是抽掉，就是要等后续请人家过来处理这样子。山区也有状况，嘉义县德溪乡的渔人吊桥因为即摆落雨，部分地基防乌空，工作赶紧封闭。
铁幕业者也是要靠无目屎破主持。这个铁幕场礼拜因为边啊大排放弃，场内3500只猪，目糟糕全部100只。29早起雨已经停，也毋过场内积水还未退。业主出动机库，联合帮忙，救出500至600只，暂时维持大路上。空气回兵看到铁幕业边啊的荷包输动排水位也是真悬，业者预估这摆损失超过1000万。这是目前算是我们嘉义县养猪场里面状况最严重的这样子。那因为它现在大概有3000头猪还泡在水里，所以状况不明。这摆造成灾害落雨，家机关超过9600户停电，台电员工趁29天气转好，赶紧抢修复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的天气，气象署伫今仔日是继续针对台中以南到屏东，也有台东，计共11个县市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乡亲爱细心。尤其伫高雄甲屏东的山区，今仔日是红色的警示。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伫嘉义、高雄、屏东真侪所在，到早起6点半为止，累积的雨量拢已经超过200毫米。伫屏东的春日乡已经有280毫米。山区爱细致水崩山，山洪爆发，雨水即马落袂离，因为风台得草带动西南风发展，南部会出现新的一波雨水。温度的方面，北部今仔日高温是32度至35度，东半部31度至33度。台北盆地、华东冲谷温度会搁较悬，今仔日会感觉较翕热。也若中南部是因为济云，而且会落雨，高温是28度至32度。受低压带甲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提醒，各地头天气也是真无稳定。也若疾管署嘛公布，顶礼拜新增加4个类鼻子的病例。因为即马风台季节也未结束，加上西南气流影响中南部，也有真侪所在落大雨的淹水，所以类鼻子的疫情要观察到8月底。居民无用得甲桶啊、盘啊的积水倒掉，云林水南乡上北村的这个大厝起，8日早起因为短时间强降雨造成淹水超过50公分悬，一直到下晡3点外水才退。民众烦恼扫落来搁做大水，只好先甲家具踏悬来预防。拢甲沙去你文床顶安尼。哦，也好悬啊。嘿啦，啊，就拢淹到伊落啊，会淹着大汤水啊，甲沙去你顶啊。二八大水雨是造成云林水南乡一天累积的雨量是超过400毫米，全乡超过10个村拢传出淹水的灾情，其中以上北村、上中村和上西村的灾情较严重。伫咧即个甲口湖连接即段吼，因为口湖迄边是海水，但是阮遮拢是做农牧的，无养殖专区，所以阮即边吼，那假设甲口湖这边中若无做一个水门洞开，因遐涨潮会选择海水倒灌，导致阮乡内会淹水的问题。进前单啊是风台过后，类鼻子的疫情升温。疾管署嘛公布，顶礼拜佫新增加4例类鼻子的病例，其中1个台南60多岁的男性，病情是真严重，已经住伫监护病房，但无污水污泥的接触史，研判是吸入性的感染。住在台南60多岁的一位男性，本身有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感染的来源我们目前研判可能还是跟吸入性的感染比较有关系，并不是说去直接接触到这个污泥污水所造成的。针对类鼻子的疫情，疾管署统计，风台单那死了后已经有10例，其中2例死亡。今日加起来32例本土病例是历史上上悬，因为中南部同款有积水淹水的状况，预估疫情要继续观察到8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普发现金。国民党和民众党推动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明仔载7月31。也不过，即马有风声讲，行政院长杜永泰考虑8月23，还有7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还有核3要定胖的公投要投票，所以决定无要提出复议。针对这项消息，行政院并无证实，只强调讲目前也在研究。7月2日罢免结果出来，外界解读南北合力推出的普发现金1万块，嘛是影响成败因素之一。即马行政院面临普发现金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伫这个月31，时间真迫。传出行政院长杜永泰考虑8月23，还有第2波7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也甲展开核3公投，决定无提复议案。院长补发现金，政院决定不复议了吗？
杜英台伫7月2日罢免了后，头一届出面，早起到南部勘灾无加做回应。不过行政院人讲，一切还搁咧研究，连后续是毋是申请实现加聘的预算，目前拢还无定案。其实立法院通过的普发现金案子，该做的就赶快去做吧。至于法律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对的事情，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满足我们人民现在在苦难当中他的需求。侯友宜嘛话中央该做的赶紧去做，国民党团嘛表态，立法院延长会期就是要来处理护期案，若是行政院提出，一定会发掘到底。我们乐于见到行政院现在不提出复议，然后愿意苦民所苦，跟人民站在一起，也等于落实了在野党我们当时极力主张跟争取通过的法案。那事实上，很多民众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都非常强调，有些比较经济弱势的民众，他可能在现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笔现金的支持。那行政院看起来也并没有否认这样的需求。对在野党爱政府照做，唔通违背民意，立委态度完全放软，讲行政院提复议，可能会互民众误会政府伫反对支持经济弱势的民众。不过目前普发现金无排付条款，建议朝野立委伫立法院充分讨论了后，再来重新立法推动政策。记者采访报道。伊拉总统赖清德本地有风声讲8月底要过境美国去中美洲咱3个友邦去访问，不过即马总统府对外表示，因为南部风灾真严重，所以总统目前无出国访问的安排。不过呢，英国媒体即马是报讲，这次做访问是因为中国反对，所以劝政府全技术咱赖总统过境美国。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员，也是真正的议长佩洛西就批评讲，这代表美国伫台湾议题是互中国霸凌，而且佫规个点足足。不过美国国务院有强调讲，台湾总统过境美国，长期美国的政策拢是一致的，这一点并无改变。台湾天然灾害频传，虽然我们多年来已经建立了防卫韧性。也已经让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是气候变迁变化很快。7月2日罢免案了后，总统赖清德头一届公开关心南部灾情，只是进前则传出8月要去咱中南美洲3个友邦访问，过境美国、纽约、甲达拉斯。副访2说表示，因为这阵啊南部风灾暂时无安排。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赖清德的取消行程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华府提出抗议，和川普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纽约的申请。美国联邦众议员佩洛西认为，这是危险的信号。代表美国若是对台湾议题有人发声，都唔敢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整个国安跟外交的团队，事前的资讯是不是掌握不足？南部的灾情不要一而再的变成赖总统自己解决自己烂摊子的借口，只是因为美国不让赖总统过境纽约，就贸然取消。那我觉得。这恐怕也是在外交上对我们的邦交国非常的不礼貌。美国国务院表示，无评论假释性问题，强调台湾总统过境加美国长期政策同款拢无改变。咱外交部回应，加英国同款，总统出访行程伫定案了后，适时对外公布。考量到近日我国南部风灾灾后的复原工作，以及目前对美国等对等关税谈判的进行等等，也还有相关的国际情势，总统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形。萧公伟强调，台湾做任何代志，拢会互中国抗议甲打压。这就要问中国政府要安怎思考伫区域内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毋是伫台海、南海、东海不时相关危险甲紧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伊朗为期2日的美中贸易谈判29伫瑞典结束啊。面对原先的关税修正近2礼拜特别到位，即马美中双方拢有想要继续延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会伫30日时听财政部长的简报，针对过去2日的谈判，伊讲是一天比一天讲甲愈讲愈好。详细情形，咱要连线互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代表伫瑞典首都谈判2天了后，虽然讲因两边是并无讲好新的协议，但是进前讲到这5月时90天停战，伫2礼拜了后就要到啊。即马美中两国拢想要延长，美国的代表就讲有可能搁停战90天，但是最后也是要让总统川普来决定才有准算。他对川普嘛伫空军1号讲到伊的看法。I just had a phone call from Scott Bessent. And had a very good meeting with China, and it seems that, I mean, they're going to brief me tomorrow. We'll either approve it or not. But he felt very good about the meeting. Better than he felt yesterday. 啊，那讲到这礼拜，这外国的媒体曝光咱总统赖清德要过境美国，煞互川普拒绝。美国国务院昨是回答咱公司的提问了后，今仔日嘛表示，最近这媒体的消息拢是外界假设尔，嘛因安尼并无取消过境的问题。Taiwan has not announced any travel plans for President Lai, so that is generally a hypothetical. Now I know it's been in the news. There's been a lot of questions and a lot of suppositions here that have happened, but I can say that it is a hypothetical at this point. There have been no plans, travel plans for the president. There's been, as a result, nothing canceled. 美国国务院嘛表示讲，台湾的官员也是总统要来过境美国，拢有符合美国过去的政策勘做法，伊嘛会继续遵守这一个中国政策，要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国北京的报道。南非政府甲咱台湾2大办事处改名降级，外交部是证实讲，南非、加达拢无参人参详。咱这2个所在目前是正常运作。咱的政府嘛当地参详，看敢要反制，相关的部会呢在研究讲，敢要限制晶片出口去南非。南非外交部进行伫无甲咱协商的情形之下，伫政府公布发布，单方面将咱南非2个住处改名甲降顶，咱外交部马上表达严正抗议。而考证是南非到即马还未甲咱协商，目前2个住处依然正常运作，也批评南非行为粗暴，已经甲相关部会研议限制晶片出口南非来反制。外交部基于维护主权及国家尊严立场，我们现在与相关部会研议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晶片输往南非，我们严正呼吁南非政府尽速与我磋商。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非洲小组主席史密斯第一时间也为台湾发声，强调任何单方面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企图甲改变现状的举动，拢是无法度接受的，呼吁南非唔通扩张中共压力。It is my hope that Taiwan and South Africa can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which was legally binding by their agreement. And that they reject any pressur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抗议表示，中国继续是压国立台湾，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接触。学者分析，虽然南非为去年4月开始就动作真济，不过即马依然无强硬要求咱的住处搬走。不过短期2个月问题真歹解决，美方行政部门若愿意实际协助，可能会是关键。这个行政部门愿意用什么样多大的力道？跟资源去投入，然后去说服这个南非政府，我觉得这是真正最重要的关键。学者认为，咱甲南非局势应反映美中伫地缘政治的变场，不过美中无力竞争要合作，未来安怎伫咱甲南非议题顶悬交锋，依然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顶礼拜，肠仔病毒新增加1个重症甲1个死亡的案例，2个拢是拄出世才无1礼拜的查甫婴仔。疾管署即马预告咱国内肠仔病毒的流行期会延长到8月底。来看《自由时报》，台美关税谈判，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可能要大大降低，这对咱本土的汽车可能就会造成正大影响甲冲击。传出本土的汽车业者已经向经济部提出应用诉求，包括咱无生产的进口零件免关税，也有买新车减5万这诉求。来看《联合报》。经历2年外审查，国检署伫昨昏对外宣布，有2间业者14项加热粉有条件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所以呢，按算半年后加热粉会当上市。
也有民众伫台中一间连锁的冰淇淋店店员无细致，甲头部的漂白水当作滚水喷互人客啉，害3个人客啉煞了后送病院。嘛有一个员工无细致去啉着，也若是安厝接到通报了后，已经去现场稽查。台中七贤厝的人员来到这间大型商场内面的冰品连锁店来稽查，因为这间分店是传出2倍有3个人客和1个员工无细致去啉着店内头过漂白水。救的过程中，当下就是连呼吸都开始痛，然后呼吸都开始痛了之后，我就问店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的症状就是喉咙有一点不适，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痛，然后有一点咳嗽、有痰这样，可能是有在灼伤吧。民众讲2中昼，伫个店内点餐点了坐落来，店员捧一杯水来，拄好伊喙打就啉一喙，但后随开始擦擦疼疼，伊向店家来反映，落尾店员陪伊去看医生。除了伊，佫有2个人客有同款的状况，嘛去其他的病院看医生。另外，佫一个查某店员同款去啉着水挂急诊。可能是管理上有疏忽了。听到这样子的情形，感觉怎么样？觉得不可思议。透过漂白水，互当作是会当啉的滚水芳上肚，民众拢感觉有够含糊。医生嘛提醒讲，若是无细致去啉着，千万莫催吐，则袂第2摆烧着难熬。若去吐也是想要吐，就要随送病院。第一时间千万不要去催吐它，因为它是一个腐蚀性的液体。那如果说没有恶心有吐的症状，可以喝一些水或牛奶去稀释。针对这个事件，业者透过文字回应讲，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解，这是单店店员的疏失，已经主动关心和慰问人客，持续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且配合食安处的稽查。食安处是回应讲，这案已经涉及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除了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嘛甲业者移送检调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华有一间护理之家，即马互家属指控讲，伊90岁的老母伫遐互照顾，也毋过最近呢身躯有出现乌青，而且乌青佫真大笪，因是怀疑护理之家甲伊虐待或者是照顾了无好势，已经通报县政府，也让中华县的社会处已经介入调查。牙关的正手骨规支拢变色，各个空含边度嘛拢是乌青。但小姐控诉已经94岁的妈妈，因为失智和中风，差不多7、8年前送去中华市一间护理之家的安养。但是这个月初5探视的时阵，却发现老母的伤势真严重，家属完全无法度接受。那一大片整个半边身体都是淤青、淤血，让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不能接受。我当女儿的，我心很痛。家属甲老母送病院，诊断是肉毒感染欠血，加上乌青含疑似血肿，也是软组织的发炎感染。这个护理之家无说明乌青的原因，涉嫌苦毒和不当照顾，佮要求办理替代，已经向中华县政府通报。护理之家表示讲，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能够理解、体会家属的心情与感受。那后续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还原呢，希望通过这个政府单位、主管机关去做了解之后呢，再给这个社会一个公平。调阅现场的监视录影带跟相关的记录了。那若查证属实有虐待或不当的照顾情形，我们也将依老人福利法第51条进行裁处，并公告姓名。中华县社会处表示讲，目前已经调现场的影像和记录，接落来会调开专家咨询会议来厘清照护的过程。若确实有虐待，还是不当照顾，会照老人福利法罚行为人39500万，而且会将伊名公告出来。若是涉及刑责，嘛会随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伫今年4月份的时，伫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有一场恐怖攻击，造成26个人死亡。也若即马印度的内政部长29个时对外表示，因的安全部队已经拍死3个参与这场恐怖攻击的凶手。也若巴基斯坦针对这件代志并无正式的回应，敢若强调因无涉案，嘛要求爱独立调查。印度安全部队自被提花克什米尔达奇加姆山区展开行动，目标是今年4月之日，伫这所在旅游景点发生恐怖攻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凶手。最后是涉嫌恐怖分子伫这项军事行动内底被断线消失。It was an operation which is quite prolong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is still continuing. They have an exchange of fire in the higher reaches. So, as per the interior reports, 3
3 bodies are being observed and seems to be neutralized. 这案件到即马3个月，印度政府提出在现场找到证据，这3人拢是巴基斯坦籍，其中2人是联合国认定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虔诚军成员，身躯还有巴基斯坦制造的巧克力豆。ये तीनों आतंकवादी ये थे और तीनों मारे गए। 3 राइफलें, एक M9 अमेरिकन राइफल थी और 2 AK-47 राइफल। राइफल की नाली और निकले हुए खोखों का भी मिलान हो गया। तब ये तय हो गया कि इन्हीं 3 राइफलों से हमारे निर्दोष नागरिक मारे गए। 今年4月，克什米尔度假胜地巴哈干发生恐怖攻击，凶手常常出现用长枪扫射，死者内底除了一个尼泊尔男性，其他拢是印度人。印度指控巴勒斯坦是幕后主使，按过巴勒斯坦否认。双方国会爆发激烈交火，事件造成超过70人死亡。印巴冲突是为1947年印巴分离了后，双方拢注定对克什米尔有领土主权，爆发真济摆战争甲冲突。公司新闻恩文玲评价。另外来关心美国第2白时是发生2桩枪案，一桩是伫纽约曼哈顿一栋商业大楼内底，这栋大楼内底有银行、毛爱尼兰总领事馆，嫌犯举枪入去乌白开枪，造成警察和嫌犯在内计共有5个人死亡。另外一件枪案是伫内华达州，是一个凶手伫交警外口乌白开向证人乌白开枪，嘛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大连人手抓拳导航的姿势行出大楼，美国纽约公园大道的一栋办公大楼，当地2月尾发生枪击案，嫌犯穿防弹衣、牙枪进入大楼了后，向人顶开枪。I saw personally a guy on the floor. He was laid ou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him. I don't know if he got shot. But there was a guy laying on the floor. They tried to give him CPR. He didn't get up. They put him in the ambulance. 这栋大楼伫曼哈顿中城区，大楼内有真侪出名的金融机构办公室 ，NFL 美国国家美式卡球联盟总部，还有爱尼兰总领事馆的办公室。警方拘捕了后，赶到现场，快速封锁大楼甲4个位区域。枪击案造成包括一个负责大楼保全工作的纽约市警死亡。这个死亡的关键伊斯兰是孟加拉的移民，这个牺牲互纽约市政府称呼伊是英雄。We lost 4 souls to another senseless act of gun violence, including a member of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Officer Islam. He served in the 47th Precinct. He was just 36 years old and a 3.5-year veteran of the department. 警方初步调查，27岁嫌犯塔姆拉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伊伫1楼大厅犯案了后，走去33楼的大楼管理办公室，佮开枪射杀一个人了后自杀死亡。警方为塔拉姆遗体找到遗书，显示嫌犯应该是美式卡球运动员，有 CTE 慢性创伤性脑病变，好亲像不满 NFL 对伊破病了后的处理方式，才会犯案。详细的犯案原因爱搁调查。换看内华达州当地2月透早，一个枪手伫西亚山大酒店教场外的停车场向人顶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有性命危险。警方赶到现场了后，甲嫌犯对射，到尾击到嫌犯，目前嫌犯还搁伫病院急救。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以色列2白是对加沙各发动攻击，上无有造成7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内底包括一个有生7个月的妇人人。医护人员赶紧甲破腹生囝，验过红影出事过无几分钟了后，也是不幸过往。也伫希腊的罗德岛有示威者因为反对以色列阻挡以色列的邮轮挖港，和警方发生冲突。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病院保温箱内的查某婴仔苏德，才7个月，就伫亚战病院被迫紧急剖腹，提早出世，因为伊的妈妈已经伫医院空袭之下死亡。身边3个囡仔也拢受伤，体重只有1.4公斤的苏德，脑部欠战术欠非常久，送到病院已经真危急，几点钟了后才死亡。警员短短一生。للأسف الشديد طبعا يعني هذه الطفلة فارقت الحياة。迄里也有真侪人咧等待领救援无做时，互医院批火造成至少5个死。推车一直将受伤的人送去纳赛尔病院，凸显加沙境内医疗的困境。
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60人死亡，3%是儿童。以色列境内有2个人权组织礼拜发表报告，指责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所做的就是种族灭绝。Israel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 Strip. We have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civilian killings, of deliberate starvation, forced mass displacement, and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most infrastructure necessary for human and social existence. 以色列当局犹原指责承认加沙有人道危机，只宣布在部分地区加新的援助走廊，为伫早起10点到暗时8点停止10点钟军事行动，让空投加补给会当进入。不过，援助机构表示，这个措施无法度来解决日渐严重的饥荒问题。联合国55台援助卡车，离7还未到发送的地点，已经予一堆人摕落来。礼拜伫希腊国公圣地罗德岛，一架载有600名以色列乘客游轮起时，受到反对加沙战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强烈抵制，因野白亚大声喊口号，甲警方把爆发杀来杀去的冲突。后来游轮旅客平安落船活动。顶礼拜又有一架以色列游轮伫小罗斯岛港口拄到抗议，后来换路线去塞浦路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川7月中的时，捌讲过，若是洛西亚51内无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安尼美国就会提出更严格的关税。川7月29的时，佮表示讲，即马伊要甲期限对50日缩短到10日，这嘛造成国际油价继续起，这滴就原油今仔日收盘起到1桶要69块美金。继续关心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发生冲突，双方的总理7月28日马来西亚见面，确认停火协议，第昨昏开始生效。路透社即马报讲，双方的军事指挥官嘛已经开过会，讨论停火措施。这场冲突是造成上无43个人死亡，2国边境有30多万人撤离。因为即马讲好要停火啊，所以有一寡民众已经转去家园。继续关心日本共同社有报告，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去年2月份举办兵棋推演，日本有提出准讲台湾出代志，要求美国提出核武来对抗中国，吓惊中国。这是2国头届伫官方的兵棋推演当中加入核武的威胁。不过日本的方面针对这个报道已经对外驳回，对外否认。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有一个姓江的受刑人，伊关伫新德加监，因为破病，所以保外就医。不过伊选利用机会逃走去，伊无去登去报道，尾仔伫顶个月伫桃园有搁犯2案，毋但共抢，搁共性侵害。外界即嘛是认为管理单位无要无紧，才会发生这款代志。顶个月伫桃园龟山的汽车旅馆，连续2天发生2件性侵甲强盗的案件。警方接到报案，锁定涉案的查甫人江玉贤。结果一个查落，发现伊是因为破病，获批准保外就医的当刑犯。女生的朋友一直都没有等到他，然后赶快就是请我们协助，那我们就跟着我们防护人员一起上楼查看，那发现他有被捆绑，避免他的下肢瘫痪所以我们就会承包保外医治，然后他就获准，然后11月4号的时候就保外。然后进行开刀手术，跟一系列的抗生素的疗程跟复健。本地爱伫新德监狱服刑的受刑人，煞会当拍走。江玉贤因为犯强盗等罪，被判19年8个月。113年11月份，获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阵，伊的刑期还阁剩4年6个月。后来因为身体有较改善，监狱这边发文通知伊6月初3去地检署报到。不过落尾手伊煞无倒来监狱，含且新德地检署以权责传唤。躯体或者是通缉，想袂到6月21甲22日，伊阁一届犯刑案。22暗时去桃园警方抓起来，不只个新德监狱甲新德地检署嘛去互质疑，讲受刑人伫咧逃亡了后，并无积极的作为，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对于他不知道珍惜国家给他这种医疗照顾的机会而且没有悔悟的跟自重的一个那个心态再犯我们觉得很谴责他。针对当刑犯无按规定登去监狱，甚至佫牵涉刑案，新德监狱表示遗憾，嘛讲会全面检讨，改善保外就医监督甲管理，落实相关动态防诈的机制，加强掌握保外就医犯人伫外口的情形。
而且即时处理，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受刑人报官就医煞逃走去，而且搁再犯案，这个案件引起议论。矫正署强调会强化监管，卖评估电子监控的可行性。也若甘肃关注小组是认为讲，就算家家有通报，也毋过准讲检警无积极去查去抓，通报甲做伊伫通报尔，所以嘛呼吁甘肃和警政系统的合作爱搁较密。2022年8月发生互社会惊吓的台南杀警案，造成2个关键损失。犯案都是活跃感超期无转来的盗犯林姓吴。屏东看守所嘛捌发生有受刑人到监外作业的时阵，拍上龙庭员讲了后逃走。即阵啊不是发生活跃感受刑人超期无转来去互人通缉，即嘛佫有受刑人江玉贤趁报外就医的时阵，若失联佫连犯2件性侵案。家家的监管甲通报机制是毋是出现漏洞，引起质疑。政府之间的互相勾稽的状况做得不好。地检署发布通缉以后，如果他没有积极的去寻找当事人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一个通报系统在我们的系统上。那也许警察是在可能路边临检或怎么样的时候才会，有遇到就遇到，没遇到就算了。江玉贤失联超过20天，变作再犯刑案的空窗期。民间团体是讲，甲方甲检警的联络方式也有待加强。根据矫正署的统计，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活跃感逃脱49人，其中45个人是当厝的时阵逃走。若是受刑人逃亡无法度掌握，那有可能变作社会安全问题。矫正署是讲，会强化监管，对有犯罪危险者，实施高强度追踪，像无定时轰炸、实行查核，也会评估电子监控的可行性。我们会盘点保外医治个案的前科、犯行，还有健康恢复状况等面向，然后我们会进行风险分析。目前这规定，受刑人病况改善了后，家家应该指定7天以上的时间通知受刑人到指定的地检署报到，登去家家执行。矫正署嘛表示，会为法规定改善，对无准时报到等家家的会建立即时通报机制，加速检警通缉查办。希望伫保障社会治安的前提，也会兼顾破病受刑人的医疗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台大病院工会癌医分会早起昨早工会伫病院门口召开记者会，因是指控讲病院登记以来卡手拢无够，所以因的工课负担有增加。也若申请加班费，阁会互病院刁难。就有护理师讲，伊5年累积10万块的加班费，尾也互抬了。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强调，病院袂去欠任何基层的加班费，已经要求台大爱好好啊处理。拒绝恶意刁难，花口号手提标语，台大病院工会癌医分会代表10多人，29早起无顾伫落雨，徛伫台大病院癌医中心分院的大门前召开记者会，控诉院方当年人力欠缺无补，致使第一线临床人员业务相当，敢若增加无减少，甚至挑战加班费的追补，使得临床人员伫经济甲精神方面拄到相当打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他大概被删了接近300个小时啊！换算来说，这5年，他10万块的加班费就这样没了。工会表示，台大癌医基层人员即阵啊依照院方的公告，办理追补5年加班费作业的时阵，索叫院方强删除申报时数，像讲交班、医在点班、协助急救，也是困难放减者的临床业务，本来就未留任何记录。院方趁这个机会核删，而且人力不足，致使百般困难，以后济人离职唔捌减少，一定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希望就是牙医的高层能够再进一步重视人力的短缺。薪资的问题、结构问题、加班的费用的给予。公立医院就需要一个制度，它是政府的预算。院长有表示，绝对不会欠员工任何1毛追溯的加班费。对这代志，台大癌医中心分院尾嘛发声明表示，即阵啊医护欠工，院方会持续努力招人。针对即届追溯加班费申请案，会请当事人提供有加班事实的资料，并核发当事人应该得的加班费，佮对当事人为病人的付出，甲因肯定甲感谢。记者采访报道。
来关心老师，若根据统计，新北市高中以下的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比例，拢是比全国平均也搁较悬。这代表讲，伫新北市的老师工课压力有较大。虽讲教育局内嘛提供心理咨商的服务，也毋过教师团体和民意代表即马表示，目前这政策无够多元，而且申请阁有限制，希望教育局和中央参详来调整政策，提供更较有系统性的咨商服务。今年桃园发生老师因为学生成绩无好，摕米工刀啊，讲要伤害家己，来强迫学生爱认真读册，造成学生囡仔真惊吓。伫教育现场，老师若是一时情绪失控，对学生、对学校拢是无好的代志。教师团体指出，老师工课负担大，佮面对教育现场的各种压力，过来心理健康真有可能就会出问题。根据统计，新北市高中以下师生比，国小、国中、高中拢比全国的平均较悬，所以新北市教育局提供老师逐年6届的心理咨商服务，希望消透老师的压力。也毋过有教师团体指出，申请咨商服务有条件的限制，配合的咨商所数量嘛伤少，有看有用无的情形。老师可能有一些考核案件存在的话，老师是不能申请支持系统的。可是有可能这个滥诉案件整个申诉的过程其实会非常长，老师其实是身心俱疲。每个月提供1次的稳定支持，并且增设线上咨商跟匿名倾诉的平台，并且要引进教育心理师的制度，鼓励培育跟聘用具有教育专业背景的心理师。根据新北市的资料，目前新北有超过1万的老师，有超过1400人要去寻求心理咨商的协助，等于每10个老师都有一个需要支持。有新北市的议员认为，老师面对的状况800款，可能是教育专业的问题，嘛有可能是家己的心理需要调整。希望教育局会使整合各种资源，针对心理和教育提供无同专业的支持。教育局因第一线接触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会当初步帮伊判断讲，你可能是教育观点，你可能专业，有一寡会当补充的部分、提升的部分，阮请专业的教育团队、专业的卫生医疗资源，也是讲地方的教育资源，咱来提供老师无同款的选择。黄秀君议员也指出，每一个老师的心理状况都无同，咨商不应该是用几摆来规划，应该针对无同状况提供协助，呼吁中央整合医疗和咨商的资源，来帮助规个教育现场更较健全。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另外消息，要保护乡亲知影，对8月份8月初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毋免巴士牛表苹果，就会当请挂一看护。因过民间团体即马就较烦恼讲，安尼有53万的健康的时代嘛有资格，就会和同情的病人咧抢挂一看护。昨昏卫福部和劳动部有同齐开记者会，提出6项的配套措施，强调未来要申请看护的资格，同情会排大升。同情行动无方便的时代，为着要申请巴士牛表，需要亲身去到病院，这是非常吃力的代志。为着要减少负担，立法院伫咧去年修法，伫咧后个月8月初1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毋免苹果巴士牛表，得当直接申请到挂职看护，引起民团立委批评，恐惊就路了后，有53万健康的时代和同情的时代，就挂职看护的主管。在整个法案修法之前，包括民间团体以及我们劳动部一再的一个顾虑跟关心、忧虑是相同的一个现象。本部作为行政机关，一定要保障重症家庭的权益。针对民团的诉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公布新制就路的6项配套，来保障同情家属的权益，包括推动轻重分流同情优先，扩大同情多元免评资格，同情家庭搁来衔接上优先的制度。另外，也会协商增加来台移工人数，加编11亿8千万的预算来协助同情家庭度过且无挂职看护的时间。只要重症雇主登记承接，所有在转换期的家庭看护移工都会优先的被推介给重症的雇主。申请外刊期间，或者是外刊尚未到任前的这个时间，民众可以拨打1966长照专线来申请使用长照服务。另外，若针对有挂职移工伫咧8月初1要求加薪水，也是换雇主的问题，嘛不易出现抗通期。卫福部有提出照顾的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和哮喘服务，予同情的家属，希望会当确保同情患者的家庭生活品质无受影响。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旅行品保协会伫昨昏有发布第4季合理的团费，较热门的国外旅游的地点日本团的费用，甲去年同期比有减5%至10%。因若去韩国佚佗，韩国团的费用是要降啊要降。协会是提醒乡亲，在报名进前合约的内容一定要看好详细，看好斟酌。出国旅游台湾人上爱去倒一个国家呢？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1到5月，出国有749万人次，日本是286万人次，第2个创新高。日本官方统计前3名入境旅客分别是韩国、中国、甲台湾。台湾虽然保持第3，不过成长落在后边，热度有转好的现象。受7月5号地震的预言跟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消费紧缩。美国关税议题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心理的因素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出现了旅游业呢30年来呢首度出现了这个日本线暑假业绩疲弱。航空公司呢因为载客率不理想，也纷纷下调了票价。那让日本旅游业呢这个相关的产业呢直接呢就变成了产业啊。品保协会预估，今年第4季的日本旅游团费，大部分地区比去年同期降5%到10%，而且团费高峰已经过。不过韩国旅游有关价值。受惠于台韩航班现在很充足，以及汇率上的优势，韩国赏枫旅游热度依然不减。行程的包装呢也很多样性，甚至呢也把国际观光旅馆呢也包含在国旅的行程内，来提高住宿的品质。那近年呢，有一个现象就是高山健行旅游呢逐渐的兴起，但是呢，一般民众呢如果没有经验呢，贸然前往高山呢，时常呢就有一些危险的新闻呢上报。品保协会公布114年第4季的国内外旅游团费行情，协会提醒大家，在报名之前，合约内容甲安全保障一定要看清楚，安尼才能增加欢喜佮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电影的消息来关心中华的保险，最近有真侪间公庙的五爷拢互破坏，就连土地公庙的金身、土地公的金身嘛互刷毁。警方尾也是调监视器，已经抓到人依法上班。野头内底连旗兵马，互人母甲乱吵吵。中华保险顶礼拜二开始，向内一间公庙的五爷祭坛小连续出现互人迫害情形。庙方讲，伫民间信仰内底，五爷有镇守地方、保平安的意思，想无乃会发生这种代志。咱这五爷吼，代表咱庙的所派出的兵马安搭伫遐，所以讲这五爷。讲破坏去，地方嘛足关心的啦。真侪乡亲咧发现吼，就是伫咱即嘛各庄头庙、各角头庙，还有土地公庙，土地公甲土地婆可能调换，还佫一寡庄头即个野区、野头这东来西北，这拢可能破坏，造成讲咱即嘛咱乡亲人心惶惶啊。警方调查指出，受到迫害公庙有金武宫、大安宫、孝天宫等6间公庙。调附近的监视器锁定一位41岁姓陈的查甫人有真大嫌疑，伫27暗时抓到人。那警方受理报案后，积极调阅监视器，以掌握嫌疑人。巡逻时在顺泽宫面前发现陈姓嫌犯可疑徘徊，随即将其带班所侦办那后续这个陈嫌坦承这个连续毁损的犯行不讳那后续警方依这个连续毁损罪依侵彰化地点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嫌犯精神状况无稳定，专案侦讯了后，依照毁损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嘛照行政规定，甲嫌犯强制送医。因若受迫害的庙方表示，会伫后礼拜5进前选日子重新安夜放兵。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中华警方最近有抓到乌道掌握的诈骗集团，伫机场把嫌犯11个嫌犯抓起来。另外，各有盗领钱的强犯，摕18张金融卡去超商领钱，鬼鬼祟祟，互民众发现了后，报警才甲抓起来。也那中华伫今年6月份诈骗的案件受理680件，损失着2亿7千多万。坐着没关系，这样可以。警察，我们是警察，证件在这边已经。
警察来高桥上当场压制香港籍诈欺车手，佮赶去桃园机场将准备出境的局员抓落来。中法官刑台今年7月侦办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向顶面对早发现德联邦、世港成员为首的诈欺集团，逮捕17名嫌犯，查扣总价值大约1600多万的泰达币，高级交接甲绑伞。查扣了7万颗的虚拟货币。4辆自小客车及法院裁定扣押房屋1处。来，你手不要抖，你证件标下。过来。哦，你刚才领了多少钱？中华分局是接到民众检举，伫超商提款机看到有人一直咧提款，迅速抓到诈欺车手，伫车内查扣18张提款卡，43万擦仔钱，互警方以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该名民众对于持卡的目的及现金的来源都无法清楚交代，依诈欺罪嫌，已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另外，台湾银行中华分行也拄到80多岁姓陈的老人，听信赖投资群组，拍算要汇款88万投资高级沉香，对方也个交代，手机也唔通摕互行员看，保持警员协报到场，一了就看出是网络诈骗。你讲这边买沉香哦？沉香啦，沉香足贵啊！你的沉香你也未扣到你钱，你都要回啦。老翁对于诈骗集团高获利的诱惑下，一度坚持要汇款，保期远景。以实际案例予以说明诈骗的手法，耐心劝说约1个小时，老翁才恍然大悟。警方统计，中法官今年6月受理诈骗案有680件，财损金额大概2.7亿外，呼吁民众协助打诈，只要提供线索，也是协助诈骗车手，经过警方裁定高保上下等处分，就会当得到1万的检举奖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文化，国术馆台湾文献馆举办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特展，用乌白电视机吸盘来布置展览场，打造古早味的台湾情景，嘛，互民众来感受英国咱台湾人的生活美学。用吸盘机放老歌，互人敢若回到1960年代同款。客厅内底阁有乌白电视机，甲老城机顶顶，这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目前当咧馆内举办的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当中嘛有展出民国38年电费的收据，呈现4万外1块钱补起的迄个年代。南投国史馆馆长梁志忠讲，希望互大家了解先民的困苦，定数即马富足的生活。我这嘛有展这个4万外1块的迄个年代吼，尤其是迄个收据电费，对4月开始到6月差20几倍。即届的特展的情景布置，阁包括1940到1980年代流行的约会地点评估式，以及日本时期引进由药商业部到家庭会上药品的假药包文化。另外，嘛有红明床、早年碗盘、红仔册等早期的文物，互参观民众拢感觉真新鲜。上大包迄黑骨扫，画虾啊，佮乌龟，啊，摕一个扫帚，啊，就互人知影是。食黑骨烧药啊！看了这台，感觉就有怀念的感觉。小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带我去串冰店吃串冰。这届特展拢总有36个主题，而且主办单位嘛有放 QR code， 互参观民众只要用手机扫一个，就会当听导览介绍。文献馆讲，展期到12月中，邀请民众去感受早期台湾人的生活。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继续来看外国的文化，这是西班牙建筑大师高第的代表作品，巴迪勒之家，一项列作世界遗产。即马是开张，一个代表来整修，个重新对外开放，随吸引大量的游客去参观。这是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巴杜罗之家，是建筑大师高第的代表作品。曲线注定加波浪形的阳台，一个缤纷色彩的马赛克泰鲁壁面，规栋建筑物有着囡仔的趣味加现代设计，伊背后的建筑物景观也真水。建筑物背后立体加空中花园破损的部分已经修理好势。波浪形栏杆、大门加马赛克泰鲁，拢恢复到1906年第一遍大修好了的情形。Sabíamos que habían muchos elementos de colores laterales entre cristales y cerámicas simulando como una enredadera o flores. O sabíamos que el patio en el que estamos, que también ha formado parte de esta intervención, pues tenía unos elementos originales que habían desaparecido, como esta gran pérgola.
巴多罗之家起伫咧19世纪，天台用龙嘅龙骨做设计主题，又搁互人叫做龙之厝。自外壁到内面装潢，拢展现高地对自然甲生活教义。这栋建筑物伫咧20世纪初期时阵捌整修过，这几年经营团队开始修理有歹去的所在。The restoration of the back facade of Casa Batlló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we've materialized so far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of what we had before and what it looks like now. 建筑物后壁甲埕修理好了，伫6月中对外开放，真侪游客是专工来看的。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加乡亲同齐今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2度。继续关心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